各党人好协商，也加加好戏各种委所协商，为长期用协商机记录一则所采的人，可能没几多。屏东昨天有的84岁的老业人士刘生琼，伊用协商机记录昨天办则司机的，无论地方方的庆典活动、学校的毕业典礼、无就乡长求职典礼，也都大大小小的场合。刘生琼如何去协商，也可以协商过。虽然更加数位化的，大家已经过少去协商过呢。不过刘生琼的协商官对民国49年开到今还是猜猜，更加是也冇的来讲，我继续用影像来讲昨天的故事。有啲學生咧，佢哋要對嗬做阿公咧，而且個本人結婚嘅喺度協商。行業劉生琼阿伯講嘅協商案就從轉到老頭擺，確定一般般嘅距離32年前，同昨天國中學生會作為畢業紀念冊，強化對無拍相片行業彩色相片嘅時代。當時大家學生嘅嘢畢業相片都係佢備，唔是講也冇嘢未強用。我小學、國中的都是他拍的啊，因為要附近就我嘅意見啊，所以我爸爸所有其實地方上吼，乜個有乜個中國手指啦、鄉長手指啦，啊，甚地方上有乜個我去全家福嗰度吼，他俾我爸爸睇攝。翕嘅相片畢業照片啊，吼，叫做寫寫都天光，又喺我漂水啊，吼，我用細人嘅寫時間嘅腳盤啊，睇嘅按盤咧，吼按出咩腳盤，按睇嘅腳盤啊，吼。我差唔多今晚都按你念唔念哦。講到頭擺協商寫相片幾條事，劉生琼阿伯講還記到清清楚楚。認真對佢來講，協商唔單止係頭路，還係加興趣。啊，一個相字吼，一個阿伯做當行，書我哋都合學來，然後我都可以開店咧。叫無用嘅暗示，用成大杯，唔過地度嘅咖啡頭都好好用的。阿伯講唔知有幾多位嘅暗布石頭，我到自家管地呀，合計佢哋嘅行嘅嚟做事。脫衫做一兩短褲嘅，和內褲啊呢都地背去，和都自家一個人睇嘅，都寫，和見寫啊，哦，日日都話吼，佢唔可以財天山啊吼，用嘅呢，佢你嘅存貨嗰件比啊。看啊，頭當行留到人生都腳面下留下去啊！也係雖然講啊，錢有安嘅收入，但係呢，也冇過強爽。半夜吼，放起來吼，可能爸爸還得按時睇寫上，啊，咳安尼，個啞喲。啊，因為伊攏中啞寫啊，因為按時地位吼，可能你是睇個某旁邊做事，因為不能夠。光線都不能夠曝光啊，所以都晚上在做。冇去學數呢啊，你都必須要一個環保盒嘅，環保粒嘅嗬，要去農場做工嘅。農場做工啊，嗬冇乜個錢咧，因為到阿嘛嗬，好你嘛帶嚟講，好你條西你都。19歲嘅嘢，阿伯講去學時嘅同人學協商，無量薪水一學就學嘅3年4年。有一個美容嘅我嘅實體，小學畢業嘅能來安尼，佢考嘅佢啊嗬，到日頭嘅落山咧，想嘅美容人啊，美容嘅人，一路想盡視頻啊，冇做見啲咧，所以講啊。學嘅時咧，嗬，也係可以講一個才過咧。現在就會學行自家想愛行嘅路。阿伯講係家師傅點度學，頭一日學出時咧。民國49年，佢就喺竹田鄉開咗一間協商館。去國村落嗰度愛翕嗰個個人嘅身份證嘅照片啊，佢後嘅去有拍相片啊，嗬，有修片還有修臉和修面啊，嗬，40萬人。另外行翕冇修面，一張相片2張相片啦，嗬，20萬人安尼。雖然講20萬人撲嘅錢嗬，出冇乜嘅，但係呢，隨意營業啊，嗬，聽人講嘅安尼，推安尼嗬，推安尼嗬，
呼我吹，我吹啊，我流血咯，还是该望我唔会查呢。翕相機嘅60年卡架，所有地方好大大細細嘅經典發通都可以到記。昨天用大家相中嘅手指相片，咪都係佢翕嘅。我看到伊比翕到有嘅相片，哦，真感動。結合嘅日本時代留下來嘅竹田雄所嘅照片，一下都企喺南方嘅上港，哦，也都很些時節專門嘅就去撩嘅，啊，都也就應該來做相裝嘅時節，啊，又比翕到，哦，所以嗰度安尼卡合表示講以後嘅藝術咧，翕相嘅藝術真是有巧，啊，本他嘅人來認同，所以而家喺我哋竹田雄非常重要嘅一步。今年84歲阿伯公早就退休嘅。唔過到香港還係要做生意，揾廿蚊嘢接地嚟做。1、2、3，來下。不過佢還係當校翕相。因為而家攏數位化嘛，其實吼，安尼點也係，講個也係管過多嘅啦，現在年輕人吼，佢都有家家翕翕袂安尼天落看啦，所以慢慢的吼，嘛係個家嗰度沒，也是慢慢在沒落啦。但是我還是。點嘅限取嘛，我繼續安尼。40終於此，也49年3周年嘅工資啊！已經60年3周年嘅工資，我都用野台翕嘅。看到相機嘛，又可以講啊，反正嚟講，看我過去做嘛個東西啊！有一個安尼個，好像成個都有一個安尼個，感覺也都有。經驗嘅意思啊！現前頭一台木質翕相機都見很本好好，現前以為野台翕相機，阿伯公則要材料東西幾多價？愛熟嘅聲音呢，哦，聲音呢就講愛生發啊！我哋出外人就講啊，人講啊出外啊，嗬，佢唔得3日過喎。歡迎佢係佢什麼佢都搭同係天數幫忙安尼，所以我自己意見啊，佢全部做，但係我唔領導講啊，當初我要按好嘅太太就同係天數啊，嗬，又係感覺骨安慰啊。入入當上日，阿伯公都見係唔判定標數，佢用時間嚴肅嚟證明嘅計劃，一整日再專心做好一項事情，就係一定賺一定圓滿嘅人生。好，準備好了，開始回來哦。好，下一個，好。